开门啊，大嫂！小叔子，什么事呀？大嫂啊，你的老公跟我的老婆搞到一起啦！哎呀，这两个臭不要脸的！那你恨不恨他们呀？我恨死他们了！那你想不想报复他们啊？我很想报复他们。走走，我们去报复他。变娘们儿变好人。大嫂啊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小叔子，你还恨不恨他们呀？我还恨他们，你还想不想报复他们？我想报复他们。走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小叔子，你现在还恨不恨他们呀？我不恨他们了。你还想不想报复他们啊？我不想报复他们了，我成全他们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个大嫂太厉害了。